稳住！不急。怎么挂着这么恶心的画？女孩子的梳妆台，这胭脂，这木梳，都好可爱。皮肤这么好，头发也很顺，是不是胭脂和梳子的功劳？不对，他怎么会有这些东西？郡主，我依循粗糙，你就先将就一下吧。难道他是变态？不要，你这个变态！走开呀！哦，对了，我去煮碗姜汤给你驱寒。啊，一字一画啊。这可怎么办啊？总之，先不要激怒变态。搞定。对了，姚哥，哦，这个豆子发酵好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真没想到能从达芬奇的手上得到可可豆。总有一天用得上的。这些发酵好的可可豆拿去烘焙半个时辰。我昨天教过你的，一定要看好火哦。好的，姚哥。可可豆可以做很多甜品，等会儿我来做一道给郡主尝尝。居然换上了变态男人受气的裙子！郡主，衣服换好了吗？需不需要帮忙啊？不需要帮忙，我自己换好了，不要进来！快趁热把姜汤喝了，不然会感冒的。姜汤，该不会是迷药吧？小郡主不要怕，喝了它就都没事了。春风哥哥，我恐怕要遭遇不测了。只可惜我还有话没有对你说。有别了，春风哥哥！啊！不要过来，变态！这个世界上我只喜欢春风哥哥，你走开！啊！糟糕，忘记自己现在是男人的身份，被当成变态了。雨过天晴，又是正大光明的去找大瑶瑶的时间了。哦，这位小友，你印堂发红，发红？看来你今日注定桃花泛滥。桃花？依贫道之见，哦，一定是去找一位非常重要的人。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贫道掐指一算，今日贵人临门，你的缘分会有转机。真的吗？是什么样的转机啊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哦，嗯，还有什么事吗，道长？哦，缘分会有转机。大瑶瑶，我来喽！哎，大瑶瑶呢？景小王爷来了，姚哥在卧房呢。今儿是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？哎，今日贵人临门，缘分会有转机。哦，哎呀，郡主还在瑶哥屋里呢。所以就是这样啦。啊，所以李瑶哥哥不是变态，只是有不能说的原因才买女装的。对不起了，小。